蜀兄。 就差那么一点儿，都不知道怜香惜玉，姐姐白疼你了。那要不我来心疼心疼姐姐？小嘴真甜。就跑了，调戏到老娘头上了，就在前面，追！ 哪儿去了？火了！多谢前辈。支剑法还是暗器36天罡桃木剑阵，桃木剑阵为什么用玉剑？这不显得贵气吗？帮人给世子带去。好。不可能啊！我这全力一掌，就算不死，也不可能这么悄无声息的逃走。别装了，你又没晕。我真要杀你，刚才就不会救你。干嘛救我？你动刀偷袭的是北凉徐凤年。 有机会联手再杀一次啊！我要是不跟你联手呢？我不勉强别人。不过你想清楚，你对他动了刀子，北凉会放过你吗？轩辕家会为一个门客与徐骁为敌吗？你什么时候动手？ 下次见面再聊。希望你能活到那时候。你不等你的那些手下了？他们赶得上来。姑娘这么着急回龟山，是有要事在身。算是。拦你那人是谁？袁庭山，我家门客。 门客拦主人，应该是我爹让他拦的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轩辕家的大事会不会不方便让我知道？会。当我没事。北凉的蛇想伸进灰沙，喝水不？不用。像是见光顾着生气了。 你仔细看你的面容，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这面容，我娘应该喜欢。
我歇会儿。你说他是不是心智有问题？曲凤年，说真的，你是不是还见过他娘？真没有。咱们说正事儿。前辈，你知不知道轩辕家那位老祖？啊，辉山古牛将大雪平上，轩辕大盘，和我斗过剑呢，还活着呢。谁赢了？不是输过王先知啊？哎，你刚刚说了轩辕大盘什么境界？天象境。怎么跟我一样啊？那不是很强？境界有什么用？能打才行。小子，你想动辉山呢？轩辕家掌控天下水路，用处大得很。怎么收服？要不娶了外头那丫头？我徐凤年绝不卖身。他和他爹怎么回事？据说轩辕清风和他爹关系极差，所以常年不回辉山。他和他爹为什么关系差？他爹轩辕敬城是轩辕家嫡长孙，按理来说，应该由他执掌家业。可是现在整个辉山上下，没人把他放在眼里。为什么？他只爱看书，不曾习武。爱看书有什么不好啊？轩辕一族毕竟是江湖世家，那是掌不了家业。不仅不习武，据传他性子软弱，不成大器，是个废物。那不是跟你一样？什么叫跟我一样？你之前的名声不就是跟他一样？我也是啊，我之前的名声没准比他还差呢。你小子心狠，藏得深。轩辕家族那小子搞不好也是如此。若真如此的话，他藏的可比我久。其实关键就一点，轩辕清风为什么会辉山，他爹为什么拦他，明白这个，整盘棋都看透了。我发现你自从见了曹长青之后，聪明了不少。厉害厉害，女王风范。哎，不是，我本来就很聪明啊。大哥天天读书，读出什么来了？读春秋大义，读众生碌碌，读是非曲直，读大道无形。读这么多，有什么用？有用，心不会乱。心不会乱。我刚刚听说一件事情，那个耍刀的门客叫什么来着？袁庭山。对，袁庭山。我听说他下山了，在下山前好像还见过大哥。有这回事？怎么，小兰清风回家啊？大哥，老祖宗选了你家女儿入大雪平问鼎阁，接受武学的传承，这是何等的造化！你派人去拦，读书读糊涂了，大哥。做父亲的总得做些什么吧？回山的路这么多，一个袁庭山怎么拦人啊？就这么巧就能碰上？
笑话也听够了，我就不陪大哥了，我还得去问候嫂子。对了，嫂子养的鱼不错，你去看了没？哎呦，对不住，我给忘了，整座灰山人人都能进嫂子的住处，唯独大哥你不能进。读书有用，心不会乱。那你慢慢读。你家世子连饭都不会吃吗？他们回来了。世子，别抓住，这家伙滑溜得很。没抓住不要紧，沿江而下就是灰山，他也没机会拦人了。你说呢？我闲逛一会儿。请便。小子，哎，不闷吗？出来走走。你傻了吗？明面上我被齐少叔叔给带走了。干嘛呀？这一个人待着倒是有点意思。就是这如厕怎么办呢？要你管啊！哎，你们两个别闹了，等我把话说完了再闹。您说，轩辕清风不是去闲逛，他去的那个方向藏了个人。这您都知道？这距离瞒过我的没几个。偷偷见个人也没什么，毕竟我这北凉世子名声不好。见的人倒是有点意思。您还知道他见的是谁？受伤了，3人围攻，被打了一掌，伤重吗？搞不好会死。这么严重？还能坚持回山？我爹给你什么命令？不能伤你，不能让你回山。那老祖为什么召我回山？让你入问鼎阁，受老祖亲传。天大好事儿啊！我那叔叔都没拦我，反而自家亲爹怕我一步登天。你爹早有准备，你身边人全是他眼线。我知道。小路更近，能早归回山。走小路。一次铲除干净，还挺顺利。莫名其妙冒出个世子。你对徐凤年动刀做什么？忍不住。什么叫忍不住？忍不住想看看，这种高高在上的世子，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？袁庭山，别真变成疯子。我爹不让我回山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他没说。算了，
反正大局已定。回山后你安心养伤，今后自会给你机会习得问鼎阁内绝学。好。抄小道回去吧，别让人瞧见。去吧。我在辉山等你。逛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该上路了。好。山下传来消息，我那侄女已经在江边了。久别重逢，大哥应该跟我一起去山下接人。来人，夫人下山。不用，我自己走。请吧。大哥有多久没下山了？站得稳吗？要不要找人扶你？这儿还有龙虎山的人。打鱼的，这离着龙虎山近，个个都披个道袍。考根骨的，根骨。像个傻子。轩辕家百年屹立不摇，靠的是礼与义。礼义。那要不要廉耻啊？大哥，你真的是读书读傻了。轩辕世家风光至今，靠的是拳头够硬，实力够强。你看，人到了。你家的船？清风归山。做叔叔的陪着你爹亲自来接你，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回来了。老祖宗要收清风，谁也拦不住。声音最大的那个就是你三叔轩辕敬轩吧？听说这么多年，轩辕家一直由他执掌家业。别的不说，嗓门不错。多谢许世子，告辞。这就走了？许世子，辉山不会跳进浑水，也不会依附北凉，就此道别。黄门儿，他
看什么呢？大哥，送你女儿回来的这小子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未曾见过。想必又是借机讨好辉山的江湖子弟。清风，黄门儿，黄门儿！哦，这是对兄弟啊！这么巧，还真是小王爷。他不是怕水吗？前辈，送我一程。嗨。没想到老夫的两袖青蛇竟然成了坐骑了。收钱啊！嗯，租牛租马都要收钱，你可别便宜他。哦，小丫头。哥，哥，不是怕水吗？已经不怕了。山上啊，有些山楂已经熟了。自打那天起啊，这孩子就天天在江边等你，等着等着，他就不怕水了。了不起！啊哥，有鱼。咱们入乡随俗，吃点斋饭就行了，别让你叔父为难。没事，老道士师傅不为难，他会做鱼汤。哥吃鱼。哼，这天天吃斋菜也不是个事儿啊！上龙虎可别提鱼的事儿啊！好仙，没人提鱼。哎呀，把鱼放下吧。赵熙团龙虎寺天师，我听说赵熙团收了徐骁的儿子当徒弟。徐凤年，哎，用不用等他们？咱们先走，他们会跟上。好嘞。你的女儿怎么会认识北凉世子？我也不知。走了。清风离家数年，今日归山，我也是放心了。与你同行的是北凉徐凤年，是。与他是旧识，之前见过一面，不算熟悉。是吧？不熟还送你回山啊？或许是顺路吧。顺路。清风啊，咱们轩辕家传承数百年，可不能把命脉交到别人手上。三叔高见。二叔，清风啊，你还真有面子。你二叔平常可是不露面的。明日老祖召你入问鼎阁。回二叔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明日便去。是。你二叔全心习武，在这灰山上，除了老祖宗，就没人在他眼里。清风，将来你可是老祖宗的亲传，轩辕家
说不定就要交到你的手上。三叔才是轩辕家的擎天玉柱。你们父女多年没见，好好聊聊。我去看娘。清风，什么事？那徐凤年对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就问这个？你若投靠，可有把握让徐凤年支持你？合纵连横，书里读来的，想用我换北凉支持，让你有机会夺回嫡子长孙的世家之权。山是天下第一门派，怎么这么穷啊？哎呦，天师府在山上，拜山的去那边，我这逍遥观可就没这福气喽。你不住龙虎山上？人太多，活着累。再说这孩子，也不适合住在那人心浮沉之地呀。凤子营驻扎关外，随时听候调遣。天生金刚境啊！人间警戒了，你这个弟弟啊，入指玄境就能举世无敌，可别入天象境。天象境要天人归一的，这深谷怕有劫数。哈，我这弟子啊，修的是大梦春秋，可以借心法度天地劫呀。你这个做师傅的倒是用心。嫡传弟子比命还重要啊！李剑神，好久未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不太记得。我呀。龙虎的赵熙团呢？鱼好了吗？哦，快了。您再耐心等等啊！怎么连我都不记得了？不用使眼色了，江离从后院进来的。车上多个人，我还能不知道？还有谁知道？别说出去。那是自然。江离，小王爷好。哎呀，等我回来。什么情况？世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多谢老天师照顾黄马儿。哎呀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自家弟子那是应该的。老天师啊，这龙虎山和辉山一江之隔，您对辉山轩辕家应该挺熟吧？还行吧。哎，怎么了？他想拉轩辕家上自己家贼船。这轩辕家可是名门，还有啊，这天象境的老祖轩辕大盘，不会轻易的投效北凉吧？不急，咱们就闲聊。哦，哎，聊什么呀？聊聊轩辕家有什么趣事。哎，这倒是有些。说来听听。你听它干什么？我马上就要回蜀地了，说不定有什么用呢。你就是想听八卦。夏虫不可语冰。蜀地？你刚才说什么蜀地？哦，她是西楚公主。哦啊，没事儿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世子，我好歹也是龙虎山的天师吧？你跟我说这个不打紧，
您是黄班师傅，咱们自家人。哎呦，你就不怕把他抓起来呀？你抓吧。啊？曹长青跟着他呢。官司无敌曹长青。对啊，我家齐赵叔叔。得，咱们还是聊聊轩辕家那点破事儿吧。好呀。怎么回山了？老祖宗召我回山，是要让我入问鼎阁。若能得老祖真传，或许能让家族大权回到咱们大房一脉。你轩辕家的事，不用跟我说。若有一日，你真能掌控轩辕家大权，记得把我赶下山。你们终究是夫妻啊，娘求过你吗？好，你就不该回来的。我为什么不该回来？你被人瞧不起一辈子，什么都不敢争，这也随你。如今我有机会夺回咱们这一脉该得的，这你也要拦吗？轩辕大盘，没想授予你真传。对老祖宗召我入问鼎阁是做什么？请我聊天？他要与你双修。您是疯了吗？那是轩辕家老祖宗，是自家祖辈。轩辕大盘不是轩辕家的人。轩辕大潘不是轩辕家的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是真的，这老家伙曾经是轩辕家的门客，之后入赘回山。可他不是姓轩辕吗？入赘回山的都要改姓轩辕，结果还成了轩辕家老祖。毕竟是入了天象境嘛。他入赘的事啊，从不外传，也只有我们这些老的还知道。那如今这轩辕家族都是他的后代了啊？那倒不是，他这一脉骨血呀，经过数年的江湖争斗之后，一个都没留下，全死光了。这是防着他呀。哎，那个时候他没入天象境，自然得忍着了。那他还留在轩辕家？谁说不是啊？后代死光了，他还心甘情愿的留在轩辕家族当这个老祖，恐怕他自个儿真把自个儿啊当成了轩辕家一族了，啊？他在报复。也是世事无常，谁能想到，他能成就天象境，如今竟然还成了轩辕家的老祖。他早年受创，再没留下血脉，如今神功有成，他便有了传承自己血脉的机会。那为什么是我呀？他一直在等这一天，他要让轩辕家真正成为他的血脉。可他都这么老了，他是恨轩辕家的嫡亲血脉。怎么可能？说的都是真的？这件事情虽然隐秘，但是你二叔三叔都是知道的。那他们还让我回来？我是他们侄女啊！你为什么不告诉袁庭山，让他把真相告诉我不好吗？我告诉他了呀。什么？我爹不让我回山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他没说。我把一切都告诉他，就是让他转达给你真相啊。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你们轩辕家
可够脏的。我要下山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清风走到这一步的。你能做什么？二叔。明日老祖见你，你不能走。你应该知道他要做什么。老祖心意，不可违抗。可我是你亲侄女啊。轩辕家不能没有天象镜，有老祖在，回山才有根基。所以把我献出去。双修之后，老祖就真的与轩辕家血脉相连。这回山传承数百年，不能断了前程。为了轩辕家，你不能走，有我在，你也走不了。都知道了。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？你不回山，我一辈子就是个门客。我进了问鼎阁，你就能信轩辕？我入赘回山，就能信轩辕。我娶你，改姓轩辕。轩辕大盘再怎么也是天象境高人，不至于找个有夫之妇吧？袁庭山，别急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没关系。成亲之后，你爱喜欢谁就喜欢谁，我可以不碰你。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要一个机会。我这样的人，在泥潭里滚一辈子，学的也都是二流刀法，真正绝学都在你这些名门世家手里藏着。我只有进了轩辕，才有机会入问鼎阁，才有机会出人头地。轩辕大盘能成天象境，我为什么不行？笑话！你觉得我会答应你？你好好想想，要么给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添房，要么我给你这一丝脱难的机会。就一个晚上，别想太久。听说你们家丫头要下山啊，被老二给拦住了。你没事也去劝劝她。轩辕家养了她这么多年，也是该回报家族的时候了。轩辕大盘没想着就此罢休，知道。那老家伙想要收了这一代所有的女娃，你们就这么认了？他是天象境，有他在，就有轩辕家不世威名。他满意了，就还是轩辕家老祖，轩辕家就还有传承。若失义理，何来传承啊？这话谁说的？书里读来的道理。
读书能读出天象镜啊，大哥。清风入了老祖房门之后，你们大房一脉就没了依托。你那点人脉，从今以后就交到我的手上吧。我比老二有人情，不会太为难你。你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吧？别让我为难。你若想不明白，我可以去跟嫂子谈。她那么瞧不上你，这些年过得也是辛苦。其实，读书也能读出天下镜。哥，真的，只说这几个。这孩子呀，天天守在山楂树旁，就等着摘给你吃呢。好吃，谢谢黄马。咦，怎么了？有意思。北凉世子，是我。长得确实像，形不过4、5，神似却有8、9。阁下哪位？轩辕敬城。原来是伯父。您不是不会武功吗？怎么还飞过来了？我家有幅画像，你与画上的人相似。我没明白。我家画上那个人，与你却是息息相关。瞧你长相，确有神似之处。您说的是谁？看世子眉宇间，有王妃当年的风姿。闭嘴！二叔把下山所有的路都封死了。他们要把你献给老祖，怎么会让你下山？爹说的那些话，我本来还将信将疑，现在看来竟然都是真的。娘，
你有下山的法子吗？我要是有法子，早就走。所以什么办法都没有了？北凉世子送你回山的。您的意思是，走徐凤年的路子？轩辕家的事他怎么管？他要是不想管，又怎么会送你这一程？根本没办法下山，我怎么求他呀？不帮你哥。不用，你大手没枪打仗。你怎么知道？是这么知道的。不打了。原来剑神的两袖青蛇已经有了传人。被这小子用得一塌糊涂。骨子里是对的，世子心性根骨乃是一时之选，假以时日，必定传承剑神的衣钵。哎，根骨比不过这小子。天生的金刚镜，非凡人能比呀。既然不是来打架的，就少说我娘闲话。不是闲话，是实话。你和你娘确实长得像。长得像跟你家画像有什么关系？不瞒你说，我家你那幅画像，画的就是你的母亲。你见过我娘？卓金见过，是他画的。等等，你家夫人怎么还给我娘画了画像啊？卓金当年与北凉王妃相遇时，可她做的是男装打扮。一直都不知道。等知道的时候，卓金已经对王妃情根深重了。可那已经知道不可能了呀。所以他将记忆里的人给画了下来。对他来说，他想留下的，只是记忆里让他心动的那个少年剑侠。所以他一直喜欢的，都只是画中人。你想干嘛？轩辕大盘要和清风双修。轩辕大盘多大年纪了？已经100岁。他还要不要脸了？这事要传出去，有多少人看轩辕家笑话？轩辕大盘是天象教，谁敢笑话？只要武功高，就不必在乎礼义廉耻。可不就是这个道理？所以呢？你能不能下山，帮我给徐丰年带个话？不能。我还没说内容。就算北凉对轩辕家有兴趣，为什么一定要找你？徐家可以直接找你2叔3叔谈。徐丰年真的会为了你去得罪一位天象境大高手？你只有一条路，连夜和我成亲，让我入赘轩辕。你一直等着这一天。如今灰山上，除了我，谁敢娶你？过了今晚，再没机会了。好，拜堂。
晚上，这会儿会被人拦着。这轩辕大盘是想让轩辕一族的后代都变成自己的血脉，所以他想要的还不仅仅是你女儿。这种家伙也是天象境大高手，武功境界跟人品没关系。敬城先生，你这次过来，不会是特地找我们说自家这点破事儿吧？我要杀了轩辕大盘，他可是天象境。 20余年，我已经学尽了问鼎阁的秘籍功法。你有把握杀他？再等5年，我能杀他。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这一战，无论胜败，我是活不成了。我不畏生死，但是心中终有挂念。你的妻女。 我死之后，妻女下场如何，不得而知。幸好世子来了，天底下只有世子能救得了他们母女。我为何要救？轩辕大盘死后，我女儿将会接掌徽山，可她太年轻，需要时间扎稳根基。这段时间。 世子可将清风作为牵线傀儡，掌控轩辕一族。从此以后，徽山一脉尽在北凉掌中。谁说北凉要徽山了？世子有什么顾虑吗？你还有2个弟弟，尤其是这个轩辕敬轩，掌控徽山多年，你女儿无依无靠的，就算有我撑腰，也未必斗得过他们。也有道理。 哎呀，你们说了半天，我都听明白了。你不想把你女儿献给轩辕大盘，那用不着打打杀杀呀。你把女儿接上山来，嫁给世子，那不两全其美吗？是不是啊？轩辕大盘想要的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清风嫁不嫁人，他无所谓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全家都投奔我们龙虎，他们是邻居，相互搭把手，帮个忙也方便，不是吗？龙虎山不行。 怎么不行啊？我们龙虎出手，定能保你女儿安全。龙虎离徽山太近了，你们插手，轩辕家再无出头之日。就只有北凉，只有北凉。那你那2个弟弟怎么办？我先杀了轩辕敬轩。什么时候？这就上山。1个时辰之后。 我将登上孤牛大港，和轩辕大盘决一死战。轩辕进城，请北凉世子观战。我若不去呢？世子就是轩辕家的命数。 这要真是有诚意啊，就应该把轩辕清风带过来当人质。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这家伙就是甩了个鱼饵过来。徐凤年终究是北凉世子，只要他在1个时辰之内登上徽山，就等于宣告天下，插手轩辕家族之变。等到时候要再想后退一步，可就难了。可是轩辕家族不和，这也是真的呀。何不静眼旁观，等有了结果再做打算？1个时辰之内我不上山，就错失了掌控轩辕的机会。上山有风险，不上怕遗憾。黄毛儿，你觉得我应不应该上山？哥想不想上山？想啊。其实徽山之行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
如今轩辕大乱，更想亲眼看看。想就去啊！说得好，想就去。上山。是子，这碗可是惯例的，一个2文钱。娘，今晚我就成亲。你无路可走，大不了我一死了之。你舍得死吗？三叔，求您给我留条活路吧。你跟着老祖，高深武艺随你挑选。但我不愿意。谁让你生在轩辕家？嫂子，你可知道我大哥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与我何干？这些年啊，让你跟着大哥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的这份心思，嫂子应该知道。三叔你，我那书呆子大哥哪懂得女人的心思啊？人心一生寂寞，我说的对吧，嫂子？放手！大人的事儿你别管。放开我娘！你别动他！世子，轩辕家门客众多，既然要上山，要不要把凤子营带上？我游览辉山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还要退路。要是把凤子营带上，性质就不同了。那怎么不让小王爷跟着？真动起手来，怕他收不住。明了没？你觉得要踏平这座山，需要多少人？已经足够了。长幼尊卑，以后可得记住了。嫂子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你想清楚后果。老祖宗传话，明日起，轩辕家主的位置就正式托付给我。从今往后，我不用在乎后果。走。这时候走，还有什么资格管你叫娘？你要是再动手，我就打折你的手脚，亲自把你送到老祖宗房里。何苦呢？等等！我若不死，必将杀你。景轩。大哥，你从小性子就着急了一点儿，有些事未到尘埃落定，就先别着急下定论。等什么尘埃啊？等你吗？轩辕大盘赐你丹药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瞧得出来。老祖宗赐我丹药天冲气海，如今我也是指玄境，也算是有资格做轩辕家主了。这般拔苗助长，实属无根之木，对武道长远有害无益的。那我还得谢谢你提醒啊！这般着急，会毁了轩辕家的。那要怎样啊？景轩，你现在离开辉山，退出家族，我留你性命。这么多年，你连这个院子都不敢进，我就是当着你的面，打断了你女儿的手脚，再要了嫂子，你能怎么样啊？
天山上下，家族内外都脏透了。这雨下的也算是及时，正好洗得干净。我看你是彻底疯了，你竟然敢！这个家族是该变了。二爷，有人看到三爷去了大房院子，起了争执。无可救药，眼里就只有这点破事。去看一眼。二爷，二爷，北凉世子徐丰年正在上山，巡山的门客请示，拦不拦？召集门客。是。原来你会瞒了我们这么多人。没瞒过，是你们看我只念书，便认定我是个废物。读书就能读出真气内力，差不多吧。终于要出手了，不破不立。辉山已经被轩辕大盘带上了一条岔路，今天就由我来拨乱反正，重归正途。好大的口气！论武学，你跟金玉加在一起都比不上我。那就把你的天赋拿出来瞧瞧。你是指玄，我便以指玄镜杀你。这怎么可能？空有功夫缺了心性，枉费了这拔苗助长的指玄镜。景轩，你刚才这一掌还比不过北凉世子那一刀惊艳。东老大哥，我去和老祖禀报，轩辕家说应该是你。我会杀了轩辕大盘的，家族复兴得留几条性命。我给过你选择。东老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。我去和老祖禀报，轩辕家属应该是你，轩辕家属应该是你。